呢一兩年成日聽到人講 AI，話好多工作會被取代，甚至有一日工作唔再係生存嘅必須。聽落好似好自由，但好多時我哋心入邊第一個感覺係唔踏實，唔係輕鬆。因為而家嘅你仲要供樓、照顧屋企，仲有一大堆責任，你唔可以因為幾句科技新聞話唔做就唔做。所以我覺得比起淨係問將來仲有冇工做啊，有另外一條問題可能更加貼近你而家嘅位置。但我問啦，如果有一日工作唔再係你生存嘅必須，你仲會點樣介紹自己？好耐以嚟，我哋習慣用職稱去回答你係邊個。我係會計，我係老師，我係工程師，好似冇咗份工就唔知自己係咩人。但其實你一直都唔只係一個職稱，你可能係令家人覺得安心嗰個，係肯聽朋友傾到夜深嗰個，係每日默默做小事，慢慢累積價值嗰個。呢啲身份就算 AI 再點發展，都好難被取代。不如你試下溫柔咁問翻自己一條 OS 問題。我問啦，如果有一小部分時間唔需要為賺錢服務，我仲會用嚟做啲咩呢？學翻一樣你一直好想學嘅嘢，修補一段你放唔低但又避開咗好耐嘅關係，又或者用你自己嘅故事去陪一個而家好迷路嘅人。AI 可能會改變我哋點樣工作，但係你點樣生活，你想做一個點樣嘅人，從來都唔會自動生成。如果你都響度重新整理自己工作嘅關係，Couple Moment 用呢啲細細粒嘅提問，陪你慢慢將生活變返簡單，放多啲心力響真係重要嗰啲嘢度。